早前仙姐欽點阿跑陪佢去拜葬咗喺加拿大嘅飲姐，但阿跑就扮自己唔喺當地，但好衰唔衰，即晚竟然俾仙姐親眼斷正，屈埋，仙姐一次過喺上月25號嘅紀念飲姐晚宴度爆發。有啲人咧就蠢到死，病懵心肝塞睇眼，病懵心肝塞睇眼，病懵心肝塞不一鬧阿炮，欺騙先姐病我碌爆，咎由自取車大炮，阿炮即沙冧，錯就應受教，連忙氹翻壞又動作傾巢，演出你後傳。賣飛咁逼爆，跑跑做戲一定爆。有啲人呢就懶到死，煲湯喎，就嚟演出啦，要飲多啲湯水，杏汁菜乾豬肺湯啊！阿培生過嚟飲湯，順便攞飛俾我。知道啦，師傅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苗疆廣場。首先請大家俾個 like， 留個言，同埋分享我嘅影片，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。如果我有新片，就會通知大家㗎喇。有你哋嘅支持，我會做得更好。